和小摊前那些女子一样反应，惊喜地傻住了。追求，那就是要送礼吗？那我该送她什么呢？这个好看，这个好看，那就这个。好嘞，好，谢谢客官，喜欢吗？好漂亮呀！香包哎，香包。好。客官，选香包来我这儿准没错，我这有新出的端午香包，绣工精美，送人自用两相宜。包起来。哎，好嘞。哎呦，多谢客官。您拿好。再来啊。香包，卖香包嘞！端午香包，驱妖辟邪，什么鸟妖、猫妖、狐狸精，全部赶走嘞！哎，姑娘，买一个吧。啊？什么驱妖辟邪？我们妖就是邪啊！再说，鸟妖跟狐狸精能一样吗？不要！啊？你怎么来啦？我先跟你说啊，我现在不能跟你回去，我要陪阿鱼的。罗风阁暂时不需要你。给。这什么呀？吃的还是用的？胭脂水粉吗？哦哟，天要下红雨了，你居然送给我礼物！不是礼物，只是看来适合你，就随手买了。果然，和小摊前那些女子一样反应，惊喜地傻住了。端午带香包，驱妖辟邪，什么鸟妖、猫妖、狐狸精，全部赶走嘞！故意的是吧？你送我这是暗示什么？嗯，对，我是邪门歪道的妖，你是高高在上的仙吗？谢谢阁主，您难得送青青这么好的礼物，在这个特别的时刻，不如我们喝两杯，庆祝一下。